現年55歲嘅香港女星、前港姐冠軍楊婉儀，而家已經退出娛樂圈，移居到美國生活。最近呢2年，楊婉儀亦都變得特別低調，好少有佢嘅動態曝出。近日楊婉儀就喺社交媒體上更新咗近照，分享咗一張喺美國郊區拍攝嘅相，引發咗唔少熱議。照片中楊婉儀一甩前幾年滄桑嘅模樣，突然變得年輕起嚟。面對鏡頭，楊婉儀亦都係露出咗燦爛嘅笑容，成個人嘅狀態睇上去特別放鬆同享受。據悉，楊婉儀嘅仔今年18歲，恰好讀大學。有網友覺得有啲撞面。TVB 男星羅天宇，可能關注楊婉儀嘅網友都知道，前幾年佢哋一家人一度深陷欠債風波，所以不得不逃離香港。據傳聞，當初楊婉儀嘅老公生意失敗，欠咗好多債務，夫妻倆為咗還債賣掉咗香港嘅房子，但仍然唔夠還債。楊婉儀甚至攞出咗當年嘅港姐桂冠拍賣，引發咗唔少熱議。面對輿論壓力，最終一家人選擇到美國生活。楊婉儀只能夠放棄自己嘅演藝事業，並且喺當地轉型，成為咗一名老師，賺錢養家。可能係當時工作壓力太大，楊婉儀每日工作時間特別長，成個人非常滄桑，睇上去好似老咗10歲。經過幾年嘅努力，楊婉儀似乎亦都終於擺脫咗經濟困難，而家又變得開朗年輕起嚟。另外，值得一提嘅係，由於喺移居美國之後，楊婉儀嘅老公黃瑞芬就消失。有細心嘅網友就發現，自從到咗美國，楊婉儀嘅社交媒體上就再亦都冇老公黃瑞芬嘅身影。對於港媒嘅報導，網友嘅各種猜測，楊婉儀一直冇做出任何嘅回應，始終都保持住沉默。但亦都有網友表示，可能沉默就係默認咗。時至今日，楊婉儀嘅婚姻狀況亦都係個謎。